28岁艺人郭书瑶日前难得在 IG 上释出练舞影片，只见她不但性感抚胸，还大张 M 字腿深蹲辣度爆表，引发讨论。昨天22日，瑶瑶又晒出另一支热舞短片，这回转换舞风狂顶电臀，还突然劈腿趴的，让傲人酥胸若隐若现，精湛舞艺让粉丝全看呆。郭书瑶昨天在 IG 上又释出和大批舞者一起练舞的影片，这次她穿着白色中空短背心搭配红色长裤，同样踩上高跟鞋性感热舞。不同于上次抚胸，这次她狂顶电臀，下秒立刻又把脚张开当众劈腿，只是趴到地上时，瑶瑶傲人双峰呼之欲出，让粉丝们再次大喷鼻血。瑶瑶随后 PO 文分享连2堂课脑容量已耗尽，她表示上90分钟 Grooves 律动课感觉像上了一辈子的量，并称 Heels 的课我依旧都跟不上傻眼。不过大批粉丝安慰她说厉害啦，等级提升了，瑶瑶加油，支持你。